根据着这观光署的统计，台湾人一届的清明年假订房率无到5成。有观光客的这个教授伫咧观察，即讲甲咱台湾人无惯势提早订房景是有关系。另外，气象署也要提醒讲，这天气渐渐稳定啊，各地头的这个高温会来到20外度，将近30度。不过，初5、初6这2天啊呢，这北部、东半部地区会落雨，也那中部是坐云乌阴的天气。清明年假放4天，有人去陪忙，有人会出门佚佗。根据观光署3月26的统计，清明年假4月初3到4月初5这3天的订房率无到5成，敢若4成7，而且比去年4成9搁较少。感觉算啊伤过晚的时阵，再来讲无咱住在遮有哦，再临时。我没有太多的规划，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。有观光系教授观察，伫即阵网络真方便的时代，现代人出门佚佗，就算要过暝，嘛不一定会先订饭店，所以政府统计资料和实际状况都有真差。订房工具变普遍了嘛，所以不会说要提早抢订房间了，所以应该是等假期结束再统计住宿率的时候，应该会再拉高一些。观光署即届统计出来订房率上悬的第1名是马祖，占66%。观光署解说，因为马祖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街，加上有配合举办活动，才会成遮侪游客去行搭。也那气象署表示，清明年假这几天天气会小可回温，各地高温平均伫咧23度至28度，不过低温就干那11度至16度，早晚温差也是真凉冷。北部的话，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23度上下；那中南部的话，可以来到25度；那东部的话，大概有22、23。也那落雨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4月初3和4月初4这2天，北部、中南部是出入的好天，敢若东半部会小可落雨，天气算真稳定。不过，若到4月初5到4月初6这2天，各地水汽增加，北部、东半部拢会落雨，中南部是云济乌阴的天气。记者查选林秀凯台北报道。